驚睇自己嘅錄影，或者睇自己，或者聽翻自己嘅聲音嘅嗰啲情況，其實又唔係我獨有嘅，即係好多人其實都有咁嘅經驗。嗰個原因係咩咧？我覺得即係最大程度同慣唔慣睇到自己嗰個樣，同埋聽自己把聲有關。咁其中一個原因，譬如望嘅時候啦，即係喺 camera 望翻個影像出嚟，其實因為同我哋平時喺鏡度見到嘅自己嗰個反應倒影係唔同噶嘛。咁我望到嘅時候就覺得啊，好奇怪啊，即係唔習慣。咁錄音又係啦，聽翻把聲嘅時候，我聽到嘅聲應該係同即係其他人聽到我嘅聲就差唔多啦，喺個錄音嗰度。但係我自己聽我自己把聲咧，因為個聲音嘅傳送其實係有啲分別噶嘛。我係喺講係啦，喺個骨入邊，即係咁腦骨入邊，咁佢有一啲回音，咁跟住我其實亦都有一部分聽到嘅係出嚟嗰把聲。mix 咗之後就變成我自己聽到嗰把聲，但係同你哋聽到我嘅聲好唔同。咁我就覺得。